嗱，我哋廣東人咧比較中意食鹼水麵，一講到呢家嘢咧，我自己覺得有啲肚餓添啊！即係貪食鹼水麵有咩好咧？煙煙韌韌，爽口彈牙啊嘛！不過最近有消息話俾我哋知，有啲不良商家係整咗害群之馬嚟噶，為咗令啲麵佢真係想啲麵煙韌啲，當然佢係咪用傳統技巧啦，亦都希望啲麵可以放耐啲啊！就最緊要嘅嗰樣嘅個 point 就係令到啲製作成本可以低啲咁多，居然喺啲麵度加咗啲用嚟開水泥嘅化工原料，有製作鹼水麵嘅業內人士透露，近年以嚟不化麵食廠喺生產鹼水麵嘅過程中，使用一種特製嘅鹼水黃代替傳統鹼水，而呢一種鹼水黃居然係含有用嚟製造硅膠、番鹼，甚至係快乾水泥，化學名叫做硅酸鈉，俗稱係水玻璃咁樣嘅工業產品。有資深美食家證實咗呢一個講法。佢要達到嗰個效果同埋減輕嗰個成本，要做嗰個傳統嘅鹼水咧，有好多工藝同埋好多程序，所以家近啲人咧就用簡單方法，有工業用個純鹼，即係洗地嗰啲啊，洗地個鹼水都可以做麵。硅酸鈉係國家明令禁止添加落食品度嘅工業產品，人食咗輕則會屙嘔肚痛，重則會傷及肝臟。咁點解啲人仲要鋌而走險呢？原來用傳統食用鹼水嚟做麵，一嚟成本高，二嚟常溫之下放唔耐。有人做個實驗，將普通嘅鹼水麵同埋加咗硅酸鈉嘅鹼水麵擺埋一齊，過咗半個月，普通嘅鹼水麵呢早已經係發毛同埋變味，而加咗硅酸鈉嘅鹼水麵睇上去就同啱買翻嚟嗰陣時冇乜兩樣。三種化學嘢去對沖埋嚟，再得出嚟嘅結果就係鹼水噶，最慳成本噶，因為佢幾多錢可以兌幾多斤㗎？佢可以啊！放出面如果放時間長就唔得㗎啦，就已經壞啦。係一定要即煮就 OK。單憑外觀，我哋根本上就冇辦法辨認邊一啲係有添加水玻璃嘅鹼水麵。用眼係睇唔到嘅，只有一種辦法就係通過食用先可以睇到嘅。據調查，目前珠三角地區銷售鹼水麵嘅商家得3家，而其中一家透露，佢哋供應嘅鹼水黃確實係含有水玻璃成分，而且已經係工業級噶啦。而喺衛生部公布嘅通知入邊，關於硅酸鈉嘅檢測方法係冇。而有同行帶住暗訪取得嘅鹼水黃樣品去廣州分析檢測中心同省微生物分析檢測中心度檢測，兩個單位都表示話呢一種成分難以檢出。呢個社會又毒大米，乜都有事，咁你有乜驚嘅啫？驚就如果驚就乜都冇得食。質檢部門就表示，而家已經開展檢查，一旦發現無證添加劑，將會對非法生產廠家進行嚴厲處罰。你真係唔知係讀得書少啊，定還是邏輯關係問題？頭先啲有關部門先話檢測唔出嚟，而家又話加緊去檢查。咁你檢測唔出嚟，你點加緊去檢查呢？真係我又唔明啦。嗱，我淨係知道前2日整瘦肉精嗰班友仔呢，就俾河南，唔係我哋呢個河南啊，河北河南嗰個河南省個河南啊，河南法院呢判刑啦，從死緩無期到5年都有。希望呢個危害公共安全罪可以普及到每一樣食品安全裏面，而嗰幾個相關人員嗰5年啊換忽職守罪，同樣希望可以俾嗰啲有關人士一個警醒，啷希望你起身做嘢啦。即係對於呢個食品安全呢，我係完全投降，冇晒意見。